后礼拜五就是世界母语日，文化部伫咧今仔日甲明仔载2天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，透过市集、舞台剧、电影、音乐这款方式，增加台湾各款母语的能见度。文化部表示，希望让民众感受到咱的环境不只有华语尔，也阁有各款无同的国家语言，邀请民众到阵来听母语、讲母语。 台顶演员刘杰滚滚由左风车剧团拍头阵，为今年的国家语言生活节开幕。后礼拜五就是世界母语日，文化部举办国家语言生活节，以舞台剧、电影、音乐，甚至是台语的密室逃脱游戏等等方式，推广台湾多元的母语。你会发现，我们都讲华语，是因为从小我们的教育是讲华语，所以现在要恢复所有被打压的语言，包括台语、客语。 还有原住民语，刚才讲闽东语，所有被打压的语言都成为国家语言。生活节也有邀请册店、出版社甲长期推动台语文的民间团体来摆摊，有台语的绘本、杂志、小说等等，提供民众学习台语的听讲读写。民间团体希望落实母语生活化，养成平常时就自然讲母语。目前这语言权显然是失落无够，咱也是国民基本教育会当。 教咱的语言是正常化去处理，就是正常的教学节数，正常的师资也是环境，安尼时阵，才会当就是讲，互咱的后一代伫咧生活中，较有可能去甲厝内其他成员去使用这语言。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为课纲开始做改变，增加母语课程的时数来推广母语。2天的国家语言生活节伫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举办。 计共有62场的活动，不只有台语，也体现客语、原住民语、手语、马祖话等等台湾多元母语文化。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。